聽眾你好，我係梁燕成，我同大家講下世界大事啦。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就同蔡英文台灣總統蔡英文就通電話，都引起一個唔大唔細嘅風波。因為美國嘅基本立場就係承認一個中國，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中國嘅政府。台灣即係美國嘅責任就係協防台灣但係就唔承認台灣係有個獨立嘅國家地位，或者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咁嘅地位。呢個美國一貫嘅立場係美國同中國交往嘅基石。但係美國係好中意支持台獨運動。其實台獨運動開始都係根據好多研究都知係幕後美國俾錢搞起。搞起之後成勢力，就結果李登輝放手讓到呢個陳水扁係可以贏就佢李登輝分裂呢個國民黨，以至到陳水扁贏，令到台獨力量可以一度統治台灣。但係陳水扁搞得太過火，甚至布殊總統都對佢非常不滿，因為佢搞到差唔多引起兩岸戰爭。所以美國又唔支持陳水扁。跟住就國民黨馬英九再次當政。馬英九係一個原本好受歡迎嘅政治人物，因為佢好正直，但係佢又唔識搞政治，又唔識搞人事關係，所以佢統治台灣一段時間並冇帶嚟台灣好大嘅進步。於是又倒翻轉頭鐘擺，倒翻轉頭選阿蔡英文。蔡英文一上場就已經搞亂晒台灣嘅經濟就首先就同中國嘅關係就搞彎咗，即係嗰種即係一中各表，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九二共識，咁佢唔肯承認，咁引致到中國遊客大批唔去台灣，因此啲人揾食艱難，跟住各方面即係個經濟都搞唔起，好多嘅人包括工人都出嚟示威反對佢，令佢嘅支持度不斷下降。蔡英文想睇有冇咩辦法可以突破，佢一直就買好嘅希拉里，就希望美國選到希拉里，即係蔡英文又係女總統，希拉里又係咁嗰陣時佢哋之間希拉里對中國好強硬，可以建立某一種嘅新嘅美台嘅方式。點知買錯咗，希拉里輸咗，佢就急急改而向投向呢個特朗普。但係即係特朗普冇理由無端端會同一個台灣咁嘅，其實都係冇邦交但係係有一種嘅所謂道德嘅關係，係要支持台灣係生存落去。咁係冇必要同佢打電話㗎。但係台灣由於喺美國就有非常龐大嘅勢力，因為第一就因為台灣留學美國嘅人好多，好多嗰啲人又留咗喺美國。台灣就俾好多錢喺美國嘅呢個議會中係遊說。所以呢一個共和黨其實同台灣都好密切嘅。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就報導就係其實呢個共和黨裏面嘅大佬都成93歲嘅，呢個嘅參議員Bob Dole 咁就呢個Dole就係安排咗係呢個特朗普同蔡英文傾電話。呢個阿都就當然係好老㗎啦，90幾歲啦咁，但係佢律師事務所就接受咗台灣支付個14萬美金嘅費用嘅。因此就大力有錢之下就大力幫助，又成功拉到特朗普傾偈咁。特朗普就唔係幾理呢個國務院因為呢個特朗普本身係一個反叛性嘅人，會聽一個台灣說客嘅説話係一個政客咁就會竟然同呢一個嘅蔡英文傾咗電話。蔡英文藉此提高佢自己政治嘅影響力，就借此又去即係去南美洲做外交咁又經過美國乘機見下美國嘅嗰啲嘅高層人員。呢個就係陳水扁一路搞嘅嗰種嘅外交特色。就台灣嗰啲嘅外交有邦交國就係好少㗎啦。但係每次要去嗰陣時都要經美國啦，因為飛機飛過去咁就呢個台灣其實每年遊說美國國會嘅外圍組織費用就好多嘅。據嗰啲研究就話都有成200萬美金咁多咁
咁而好似呢個美國嘅傳統基金會咧，都係相當嘅保守嘅基金會，同埋相當反共啊，即係反共，即係其實反中國啦，又反古巴、反北韓啦。咁呢啲咧佢其實咧係有3間嘅台灣公司咧係30年嚟咧都賺咗好多錢嘅。咁佢哋自己講嘅嘛，自己透露過咁。咁不過咧就唔肯講台灣咩公司咁就即係非常親台灣㗎啦咁。美國有個企業研究所即係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仲有一個咧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咁樣嘅組織啲都係即係嗰啲智庫組織據講都收好多台灣錢嘅咁。咁台灣呢方面又識玩啦，到講中國呢方面咧冇話打得入咧美國咧呢個國會外圍好多呢啲嘅智庫組織等等咁所以咧台灣呢方面仍有好強嘅遊說力，咁引致到咧可以整到後任總統同自己傾。當特朗普做正總統咧，正做咗就唔容易再傾㗎啦噃。咁大家後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借呢個空間咧，咁蔡英文咧就做咗個政治嘅動作。咁特朗普又夠反叛即係話我使乜理中國啫？係咪？中國好多嘢人民幣貶值好多啲嘢都冇事先同我講㗎啦。咁我啲又同蔡英文見面唔需要事先同呢個嘅中國講咁呢啲係典型特朗普式嘅反叛性啦咁。但係咧特朗普呢個人咧，你以為佢咁會親台咩？呢個好明顯唔會嘅，因為特朗普呢個人基本上係一個商人，佢要睇利害關係。咁就台灣會俾美國乜利益咧？咁唯一咧就係個不沉航空母艦，即係話太平洋嘅西岸有個島基本上咧係美國可以控制嚟親美，而且有個軍事力量可以喺嗰度彰顯。咁呢個就係美國對台灣個重視。咁但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咧，佢重視係金錢嘅經濟利益多過軍事利益嘅。咁所以咧，台灣可以俾美國利益咧，係其實非常有限啦喺經濟上。除非即係佢幕後俾錢嗰啲嘅機構即係嗰種另一回事咧。嗰啲就係即係美式政治嘅醜惡咧，就係好多其他嘅政府或者一啲國家想影響美國，就係俾好多錢，包括呢個克林頓基金會咁嚟到獲取咧，即係政治上嘅同美國關係啦咁。咁但係台灣實際經濟上幫唔到美國好多咁反而中國咧喺經濟上同美國關係就好密切啦。大家都係一個非常大嘅貿易嘅夥伴。咁但係夥伴又係競爭對手咁當然即係中國賣去美國嘅好多。咁美國咧亦賣嘢俾中國嘅。咁但係中國梗係多啲咧，即係貿易逆差僅有嘅。咁點樣去中國點去回應特朗普咧？其實咧都唔難嘅啫，即係俾啲利益佢就得㗎啦即係喺經濟上咧。如果特朗普上台，中國同美國傾掂一種利益上嘅合作咁或者話我喺浦東一塊地俾特朗普個侵酒店開咁呢個就係即係非正統嘅國家關係，而係利用呢啲關係咧可以建立咯咁特朗普喺中國開酒店咁當然咧佢就即刻又會轉口啦咁然後咧即係喺特朗普即係同中國嘅經濟利益傾，特朗普就唔會真係咧加重稅嘅。如果佢加中國重稅咧，令到美國窮人買貴嘢咧，咁做完通貨膨脹其實冇乜好處咁咧。不過咧佢可以借通貨膨脹嚟加息嘅啫，唯一係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佢要同中國即係搞個互利嘅經濟關係，中國只要俾啲甜頭咧，特朗普一定轉口咧，就唔會咧親台灣㗎啦。因為特朗普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型嘅人，佢同嗰啲民主黨、共和黨非常唔同，就係佢一定睇現實利益嘅。咁所以呢方面咧，中國回應咧就唔使咁緊張。咁中國亦冇好緊張噃，因為特朗普都未係總統啊。咁咧，但係即係呢個《環球時報》就個社論就話應該即係唔係對付美國，對付台灣咁但係如果咧用對話式，中國叫協商啦咁如果能夠有啲嘢大家互利共贏之下傾得掂咧，咁其實對大家都有好處。呢個係中國咧對外交一直做嘅做法。咁如果台灣明呢一點咧，其實咧對自己好處都好大嘅。